这场发生伫新竹市的大火是造成2个消防人员死亡。昨下晡家属是转去到这个消防队，也有事发地点来交魂，场面是真悲伤。新竹市长高虹安昨暗有写批，予新竹市的消防人员表示，除了会全力来协助后事，也会甲2个人以分队长的名义来抗入去中烈士。起来！ 2位殉职消防员的引魂车队经过消防队头前，所有的救护车甲消防车拢向警声喇叭，大家排队敬礼，甲殉职的兄弟送行。有关一事，任务结束。新竹市晴空会大楼一场大火，造成金山分队员李永金、周立兴2个人殉职。家属伫27下昼末拜会，登到会场引魂，场面悲痛肃穆。 新竹市长高虹安伫咧27案写批予消防同仁，讲将会经时间为2位兄弟办联合公祭，了后分别烈士高雄甲苗栗的中烈士，也会争取总统颁保养令，队长分队长全力协助处理后事。 先了解说整个火警发生的原因之后，也会再跟各位来做一个外界做一个报告。那我想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来协助我们的同仁跟家属，将这个相关的事宜来把它完成。所以在这边我们也是尽力的来协助。 高虹安也估计去年8月，李永坚伫救护车顶替有心的妇女接生，也阁特别安排表扬，就伫兴常常执行紧急救护勤务，救回真侪心脏病发作的市民的性命，家属扣甲目眶红。伫最近5年来，全台湾已经有11位消防员殉职，所以即马大家也伫咧讨论，要安怎国家全面的保障消防人员的安全甲权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